后来，这个厝内底有失智症的患者，除了伫个照顾上爱特别小心之外，这个厝内底有危险的物品，嘛爱收藏的好势。台中一个80外岁失智的老先生，甲暖暖包当作是乌麻粉，拍开泡滚水要来食。因为感觉歹食，所以就叫是说下摆莫阁买这种乌麻粉咯。大家串一大条，赶紧甲老先生送病院。包装跳开，摕出暖暖包，双手烧烧咧，就当感受到伊热度。暖暖包干来当外用，绝对袂当食。但是台中有一位失智症的80外岁老大人，下晡巴肚枵，伫厝里四界找，但是敢若找到暖暖包，就是内底乌白粉会当食，再用滚水泡来食。就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吃啊，他就告诉家人说，以后买个贝啊。可是家人发现说不对啊，我家里根本就没有买芝麻糊啊。老大人甲暖暖包内底铁粉当作是乌白粉，全啉落去，开始出现想要吐的情形。铁粉的话也会造成一些毒性反应，像是一些恶心、呕吐啊。那铁粉本身也容易造成肠胃道的流血，这样。医师提醒讲，铁粉接触到空气，就算你无甲烧一个，嘛赶快来发热，食落去，你的胃肠就去烫伤。但是失智症的患者，大部分视力还阁有认知拢有错误的问题，所以提醒你，厝内底若是有失智症的患者，危险的物件一定要收好，还阁有地壳、头毛、土，拢莫有失智症的患者食过。上好是当维持厝内底环境的整洁，才会当避免这款的意外发生。